消息，菲律宾是全台湾上大的这个蒜头生产地，最近已经进入采收期，因这个蒜头呢真好价，市场变成这查拉布的目标。这菲律宾虎尾镇道就农友为要顾伊辛苦种出来新鲜，唔那到32支的监视器，嘛甲警方申请巡逻箱啊，甚至连出来饲的狗嘛做伙巡逻，员工将这蒜头的仓库当作金库伫顾。一包一包的蒜头条干那山，这全部拢是农民辛苦种出来。最近是蒜头的采收期，因为蒜头收买价小悬，常常争做贼仔偷摕目标。为了守护家己的成果，真侪农民拢有家己保护蒜头的专案。到3工咱看讲这冇贼仔入来啊，嘿，这本来这就是咱爱提醒这个讲个做这贼仔会偷摕物件吼，咱要注意啊。那监视器含巡逻箱、含厝内狗仔，嘛做伙加入保护蒜头的行动。农民讲种蒜头真辛苦，爱种7个月才能收成。透过监视器饲狗仔含巡逻箱的方式，希望贼仔别来偷摕。贼仔来到这个吼，阮这监视器拢知影讲有人来到这啦。最近嘛，因为外国蒜头大量进口，互农民经济受到大影响。农民希望政府会当听到地方的声音，保护本土农产品，互农民会当继续温馨种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